我想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啦太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强海老后上人大最久了。唔要按那个眼怪么，也个时代做事做到按无限，做到两头乌，哪有时间好读书？你行业咩有讲，字体唔读书，手枪无目珠哦。那个书地度多带真金有黄金木毛，还係唔读书读到見讀見書咧。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分享一下佢哋讀書嘅經驗了。掌聲嚟歡迎！首先，老大家紹嘅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唔算特別好讀書，唔過呢又唔會鬧讀書嘅子怡。你係咩料？很多讀書。係啊，貴中3年生。好，看起來就幼稚園啊，幼稚園。幼稚園哈。第三，老大家紹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看起來動浪漫，唔過啊對愛情小說完全冇 feel 嘅李家哥哥。唔過談戀愛要談到好就好，做得好冇？談到香港去。哎呦！第三，老大家紹嘅係慧卿啊。大家好，我係是同我自家好討解書嘅慧卿呢。啱上大家未強慣啦嗬，唔會去讀自家摸考嘅書係冇。第四，大家紹嘅係白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社區嘅同學們做乜嘅？我睇嚟之後，冇聲音變成學霸嘅白腔啦。好，第五大家是紹嘅係思娟。大家好，我就會看到書，動木帥頭歡歡嘅思娟。大家未強慣啦，我哋直接看到書，當上動木帥嚇。最尾係紹嘅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細細唔好讀書，我說我哋考病人唔愛讀書嘅小鳳。小白眼，反而很脆果呢，自己很脆果。很脆果。係啊，不過講到咧讀書嗬，大家會講啊，一開始誰世界看到書嘅印象係乜嘅？看到書的印象，一開始初步的第一個印象係乜嘅？阿子怡。其實以前讀書嘅時節，對於大家科目嘅印象都冇嘛強用，像數學啊，就感覺講青島嘅算式啊，還有公式，就感覺講唔知出來嘛解，用嘛解嘅，因為呢做啲買東西就好啊，就算係數學唔好，係咩做啲買青島嘅東西，係嘛？係啊，沒有用啦，衣服就衣服，是冇錢賣東西的呀。有啦，有錢啦，有啦，因為加點成熟時候嘿，再過來就會歷史我感覺就會過去嘅事情，你會展望未來。我按重要。唔係啊，你有講見古知今，要見往才能知來啊。哦。如果你沒見往，那你就沒有未來。好，下一個就係國文欣賞係嘛？我感覺國文其實一重要，因為你會寫詩啊。嗰時候讀國文就都得好多青島嘅詩，再過來我感覺故事每一講，嗰時候我就輕鬆意，再過來就係詩言考。詩言考就係課程文，就係你家課程文，你家看嘅事，因為佢係課程文。係天橋你走得好，就係詩言其實咩冇乜嘅重要嘅，即係唔重要。真嘅冇重要。我係做董成期嘅詩言。你只愛說到酸某聽聽啊，跟其他冇重要。有重要生物、地科、物理、化學。對啊。好，再過來言情小說，就係以前你讀書嘅時候就會偷偷看嘛嘅，看像小鳳啊，用祖國呀，這些地步怎樣？其實冇用好冇用啊。再過來就會大禮拜都會去便利商店買嘛嘅少女漫畫。哦。嗰種連載啦，係嘛？對，厚厚一本，大禮拜就都得看一系列，然後看了就會想去談戀愛。古時候嘅愛嘅戀愛這樣睇後，你就會冇看，他有嘅事情。我知道嘅小五漫畫你地步嘅劇情，真係同我吧，那有可能。係啊，都假嘅啦。不過都得上上啊，係嘛？自己在自己的象牙塔底。冇錯。我講到咧，吼，慧卿咧，寫些一開始對書嘅印象，啥係那個小學課本。我一開始對書嘅印象是，我第是係一個記號按記號是係，咁按到10，和當到字按因當強下一貼，按因一本是按到書。你係阿媽老愛講嘅啦，和最記得嘅是係聖教所讀嘅書，其實係學校啲位讀嘅國語課本。國小嘅啊。係，和嗰時候我理解國語課本係國立編譯館出版。大家有冇談過？康昌，我們都說什麼南一康軒啊？先從來調查下，有談過國立編輯
管的像假树。哦，有谈过阿公阿婆讲过啦。卡树啦，来听打歌诶。看过彭思群，冇，一片都冇談過。我我基隆是我是唐人公诶，冇乜意思。最后彭思群最后冇用过。今日爸爸同我講過有以前有國立編譯館，没鸟爸爸就会你啦。是才冇見樣過樣件事情。不過啦，大家講咧，國立編館係呢改啱以前大家規定，就是國立編館長都在騙啦搞科數。不過1996年過後，呢個民間出版社，像剛剛講的康差、南差，那都有民間的出版社長都在來出那個搞科數，送給教育部來做審定啊。古時候台資科考呢，就1996年才上小學嘛。上啦。他们都出講到呢1996年，你離家長2歲哈，嘿，差唔多。你開始對書嘅印象係乜嘅？其實我一開始對書嘅印象就係童話書啊、元氣書啊，韓國種類立體書嗰種，就我之後懂神奇。我說，知道書聽說有彩色嘅圖，有顏色的圖片。唔過啊，開始看到呀小說啊，底部都會白紙黑字，就因為按鈕呢就懂唔關，你知冇？故說啊，一開始對書本就會有呀彩色的圖，才是有書本按鈕。唔過我頭擺圖書有啲怪癖，就係我懂好名嘅書本當個嘅條碼。記名，嗰時候有啲成就感，還有我懂好批嘅新書嘅秘書就，好滿足嘅感覺。你遇到嘅潮濕發霉嘅嗰種。做鋪面嚟，這種秘書懂清晰嘅感覺。嘅黃黃嘅用。黃黃嘅，乜嘅黃黃 Q 數嘅 Q 數哦，唔係我成熟嘅啦，成熟嘅秘我想書。佢可能叫唔聰明，佢應該叫到小樣當初。哪因為老師出題差來說，那有按定你講。從小培養第二專長，是嗎？冇，唔講係真係有識過其他一條嘅字啊，冇秘書啊，冇秘書啊。哎呀，我講聽說係小用嘅。我時到後，你嚟拐票，你就再做一些，專門為李家而做。謝謝。你好，人來講啊，佢北京誰是這對你書嘅印象係乜嘅？你到李家差唔多強榮啦，因為我識書係嗎？唔，我對通法故事書就對我興趣啦。我時常會拿個通法故事書哦，描它那個邊邊，因為有圖案啊，然後假裝哦，佢係愛自家發嘅啊，講本來通好堂啊，說我講故事講，然後聽故事覺得哦，你講嘅故事懂好堂，啊你發嘅法懂好，就是故事小王子啊，用。原來就係故事小公主啦。小王子啊，虛榮。小王子可能係自家改哈，不過你從頭會講想象力是係你嘅超能力，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。比如說博謙、北京，誰是培養自家嘅超能力，係唔係？你上鐵道。上鐵道嘅，思群細時節對呢書嘅體育嘅印象係乜嘅？咩同而家差唔多啊？對書嘅印象一開始就係故事書，因為就彩色咧有圖畫呢。啊，其實細時節可能故事書底部有國字同注音。啊，因為可唔是啦，唔是詩，又唔會那時候還不會讀，還不會念注音，所以自家攏先嘅圖畫來看啊。裡面嘅故事對我來講，攏像相片咁樣安尼。不過我知道嘅細時節，你細時節剛開始看到書，可能就反映到彭思群同樣，你還有個現身說法，因為佢有聲音咧，你還看到聲音嘅來看書嘅起碼嘅印象嘅師傅。大家就唔記得，唔過冇關係，我咧唔記得，唔過我要銀幕喺度嚟看。得啦，幫大家複習。銀幕嘅小湯圓太名聲，其實用過嘅書哈，就係呢一本哦。嚟睇下看，呢本書最主要係乜嘅？你冇叫觸覺的啟發。哦，係將聲音嚟將來到啲世界家下，一皮悠悠嘅咪哈，你給它觸覺，它其實係不同材質嘅，有一點點粗糙，嘿，粗粗，嘿，穿得很軟咧，不錯，你做拿給它手那個小手哈，一秒發現它不同材質的布，色彩的認知又很重要啦。人家用時就做對高鐵工認識顏色，嘿，從下面做對工有幾個飛機啊，一張兩張就對工不一堂，從小有個認知，也係小孩子啊的啟蒙書，也係基本一啲啲咧，500條唔是，400條唔是，附近這，你小孩子喺哪裡？唔知啊，唔是。你在來邊買東西係冇？係啊。不過家門個開價係細時節對書嘅印象，不過你下門一下注意。
用的对树上有吃到了有兴趣有心头咧。其實我從細到大，我媽媽就規天我打日走順都會塗個報紙，行可以念出來，沒等下按用看。國語日報唔係係正經嘅報紙，你都識輕細就開始。跟用是有語言障礙會復健的嘛？我愛用輕鬆好冇？因為我媽媽愛看我認識那條字，我係有讀到唔認識嘅詩，我喺自家愛摳起來，摳起來了後呢，我媽媽咩每人來講，佢講你要自家去查詞典，自家去查講，你只是按用版圖用版念。像我去上課嘅時節，喺課堂當吼，先生就會點名，愛人起來讀個課文，我就非常踴躍，我很喜歡站起來念課文，就得讀個站起來人課文。家也不知道。動牌。就會讀課文本同學堂嘛，再看因為我媽媽單日按部條咩會讀個床邊故事。說床邊故事本愛談，故事我妹有講故事嘅習慣，就正好講故事本小朋友談，係按用皮用出來就到嘅。看書、讀書準夠用誒。係，故事我就剛剛講，讀書真有興趣。故事你喺細時節就會培養是說故事達人，給後輩們說故事達人嘛。他是小王子，小王小王，前面是小公主嗎？我是達人。好，冇咁錯。嘅觀眾朋友先想一下，開始嚇對呢首嘅印象係乜嘅？香港正經係可以學教讀書過後，對呢首係有興趣冇？係唔係係冇上嚟讀書啦？等一下，你繼續來講了。喺寫詩這個是動豪門做嘛嘅吼，大家事情哦，嘿， 10萬個為什麼？台英全部咁講係動錄音咁樣哦。而佢上嘅爸爸上講，去解決嘅問題啊，是咪大家去看個看展覽，係咪意思呢？哦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吼，家體團係問大家係是係講細時節好讀書麼？做乜嘅好，做乜嘅唔好？對書嘅印象係乜嘅？唔過你係問大家，真經去上學校過後，去讀書過後，唔會好讀書麼？對你係書本嘅印象係乜嘅？你講。有我國中時期嘅下就同好看嘅雜誌，韓國我設計嘅課本，韓國先話佢就雜誌設計課本，還有呢嘅人生勵志書啦。條擺我同好看嘅日本嘅雜誌，底擺都有一個 model 我咪動中意，雖然嘅底擺都嘅詩你都看唔識，不過看嘅圖你就知道，動槍動療愈嘅感覺。唔過我設計還有看嘅課本，課本我聽說愛看我設計嘅課本。做乜嘅呢？因為底擺都嘿，冇啦，底擺都粗嘅名詞，底擺都因為我都會寫動到嘅筆記，我要用木槍用嘅寫動到嘅筆記，我就寫起來就動槍，我動槍槍形上槍用嘅啲嘛，就要按有啲神經，我去搞大分數，就去搞打勾，按個打100分啲嘛，嗰時候我同學佢看我設計嘅課本，劉生英形容版先。係我去買形上嘅筆，超有那紅色的。大送錢。好，繼續來就按個人生勵志書，因為有陣時你心情冇歡喜嘅時節，看個人生勵志書，你會知道動歡喜，心情比較療癒、開闊了一點點。故說廿3本書喺啲好高嘅時節就動好看啦。愛心嚴嗱，動到嘅聲音喺度觀眾嘅細節，尤其係家裡家講到的嘅雜誌，該東西係日文，還有韓文，完全看唔出佢地圖寫乜嘅，就是看那個圖片就覺得知道係動厲害哈。咁個回去呢，讀書嘅細節，做學生嘅細節，對乜嘅書好有興趣。我圖書館時節當然是係當好圖書館人，一家講一家好圖書。文藝少尤其女。係國小嘅時節啦。啊，人家記出來按好，按係呐，當然好了，可能在5年前去。係因為這國小嘅時節當好圖書。我是都係因為是國小嘅時間沒有升學壓力，所以我是做得優才，我乜嘅書都讀。我喺記得我國小嘅時間開始讀頭，全部嘅中國民間故事，全部民間故事，喺初睇嘅中國民間故事，我喺讀嘅小叮當。哆啦 A 夢嘛，係哆啦 A 夢，係全部看頭，梗係我唯一看的是個人工書，因為佢按排列動詞動詞。動詞講到呢小叮當，可能你有睇過小叮當？有呢。你看嘅是這已經改名係哆啦 A 夢嘅。我還有看小風豆。
啊，小個風小風度。講到咱人公司吼，嘅黃小鳳一天水地來同大家啊，紹像哎呀，我迄較形式的，唔個小叮當，哎，你配，迄嘛個，迄撥孔一戳，難怪而家還不恐不恐。唔免啦，迄個研究很多抓狂一族啊，佢講係咪撥孔一戳，還有個鳳樣、雲炸，係嘛？哦，鳳樣哪路走？哪路島嘿，還有海賊王啊、死神啊，你也的漫畫哈，像人家種天生的藝術家，就會看那種激發想象力嘅書，要懂創業哦，你必要跟書有分主動想象，然後被動想象。你看漫畫書，你就會更想，佢就會主動想象。同我講，同我因為洋講。強都唔，我咩按你老阿爸講嘅，我愛聽我看安尼書，對我有動態洋強。嘿，像個被動想象係乜概念嘛？乜解就國語、英文、數學啦，佢看到唔想分歧嘅。唔重要嘅。嘿，佢看到就像動魔帥，嗰種就被動誒，超級被動想象誒。其實見同我講吼，把咩踩越踩死你就心癌。不過佢講係真緊嘅，因為細細節應該係多圖咧都有圖片嘅書。那圖比較多，會激發小孩子的想象力，係冇咁錯嘅啦。吼，做埋嘅文藝係做學生嘅時節學霸，做學生嘅時節要圖乜嘅書？實際這係當校讀通法故事書嘛，不過後來國中之後嘅媽媽下了一道家庭禁令，講吼，假使你掌看通法故事書吼，你聽幼稚咧，總得看。下子禁令哦。豆腐蝦嘅通法故事書全部收脫，嚟夾縫求生存，因為加上嘅抗業壓力嘛，我對抗女嘅書咪慢慢有興趣咧，和加上因為我嘅薪資還可以做得啦，所以就覺得說，抗女書吼對你吸收的知識咯，也是還蠻有幫助的。啲動奇怪吼，那容易做學霸人就是聽腦都奇。係啊。抗女書動神奇呢。係啊，咁個唐講吼，呢個詞語吼，你下看起來當電影先，咁個唐講要做學生嘅時節唔好讀書。冇唔錯，我可以來去親好圖書嘅人。不過其實我以前唔係要好圖書，不過我咩唔係完全講哦，我唔可以看書，我咩唔係完全講我排斥圖書，因為那係我嘅書啊，我嘅課啊冇考好，考試冇考好，我嘅媽媽就會打我。故事我一定愛圖書，再過來就係我有家庭壓力，你又唔係講，因為我嘅姐姐書突然這樣好咧，佢就係學霸的學姐，佢係青青太太，唔錯，青青太太就北一女，再過來就政大，就講我差1分就要台大咧，按用型嘅人，故事咧我就會有壓力。我差0.5啦。哦，好啦，就有壓力嘛，我媽媽就會感覺講哦，我嘅姐姐啊書突然，其實我去感覺感覺講哦，姐姐書突然，我自己也要爭氣，故說咩種嚟靠體用茶。後來就變蒸汽火車。哇哦！好，那真嘅唔啲用乜食拍戲，不過家自己講到係真嘅係福卡度假使有啥校外讀書嘅成因呢？其他係向提之嘛，總下半年拿來比較，係唔係？會好點啦，我們要講好聽一點。所以會激勵學習嘛，哦，學習互相學習。哦，你好正面，給你一個棒。我就爛。好，給阿思權嚟對學生嘅時間用班來看待那個讀書呢件事情。我嘅人頭啊，就有一啲尺度係要分高中，我考一般的高中，還是五專，係五專，啊，還有成績好高嘅。啊，其實就唔好讀書啦，我本身同自己同樣唔係好讀書嘅人。啊，我較幸運咧係我去讀高中嘅時陣，讀到我自家喜歡咧，就係表演藝術。對歌唱方面、對音樂方面咧專業咁咧，啊，因為就係自家喜歡咧啊，就會較感恩去學習，去潛書來看，所以咧裡面係對呢方面就會較主動去求知啊。你對讀書家下，你發音還有漢音特別有啦情感語讀嘛，故說你有一個疑問吼，學字莫讀書，甘言去學主。所以講，你喺學字啊、學聲嘅假使冇本事去讀書，佢唔好讀書，你咁樣學條字嘅學嘅，像學字嘅腔樣嘅，因為就安樣先哦，就故說安尼，你讀書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嘅，你觀念真正係到安尼嘅發音嘅協地度，咱嘅走來走去，咁個到睇時節，來讀書嘅時節，咪知道，
俩地图的空空翘翘，动生气，还系到读书莫名其妙，会去呢？我知道，我係因為讀到學校嘅書，還有讀課外讀，我就發現其實學校嘅書第八讀，佢嘅編排沒冇道理。我記得我頭擺讀過3本書，第一本按照創造自己。第二本按照超越自己，第3本按照肯定自己。也還那個直銷跟勵志書必讀啊。因為可能3本書已經躺喺種直銷，你投給一開世界，它就會給你帶來光明的那種感覺。還跟投該3本書改時間，有一次我就無意中發現，該作者係劉墉，劉墉對嗎？你好，嘿，就是國文課本第8讀咪係有文章係劉墉寫嘅，係講流行愛上啲原來是係，其實學校嘅書，然後課外讀，佢係有接受有連接嘅，唔係講是按因時辦改編排，所以我知道你係愛發現到書第8讀空空翹翹當神奇嘅回收。冇唔錯，其實呢個教科書咪天天西台行，韓國你下就算係國文課本，你還會學很多當代現代的文學，因為像台灣很多文言文，還有動都係你可能好像不符合呢個西台嘅價值觀嘅東西嘛。不過你係門係，要介意寫書些動校門做乜改，白卡是很愛。我寫書這個是動校門做乜改吼，大家事情哦，嘿。10萬個為什麼？台英全部咁講係當錄音嚟用哦。你可以上我爸爸上講解決嘅問題啊，是咪？大家去看展覽，看意思了，看展覽，還有咱本來看電視啊，就嘛個國家地理頻道啊，嘛個探索頻道安樣。我後來有兩種方式做，唔得慢就我個求知欲嘞，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然後對課內書、課外書就產生了動態嘅興趣，慢慢去吸收我自家想為啲嘅求知動作，係啦，所以你係我對讀書有興趣嘅這個過程過上安樣。跟對冷知識了解嗎？冷知識還唔會做得啦，跟愛每一單冷知識。好，怎麼解？偏向現在用賴打點火過後啊，一賴打一火看唔到人啊。哦，因為個火係命唔到嘅東西，你可能個講吼咪跳唔過去，自然因為就讓啊，個條簡單嘅事情很門礙。嚇，呢個講乜嘅？咁奇怪，講做啲跳過去啦。哦，係因為佢跳會過，佢讓冇人啊。係，剛剛博謙講，其實也算是一點點對，其實主要係因為火佢撈嘅空氣動性強，佢就撈空氣動性強嘅成分，所以第一個光透得過去，第二佢其實有人啊，不過你看冇乜清楚。但是如果真嘅看清楚嘅人啊，係乜嘅？因為前面講很強嘅光，要比它更厲害的光，比如講日頭嘅光，佢就會看到嘅體內哈，嘅火其實有人啊。哦，好多嘞。因為火它本身是發光體啊，發光體會把自己的影子打到嗎？唔會啊，它不會照到自己啊。還好我是讀文字的。欣賞，第一條做對買東買嘅東西，做對對東買嘅。做對本意去的，安樣先做對麼？好，觀眾朋友咧哈，你先聊一下哈。等一下，你轉到你嘅現場地圖，然後大家向下來分享一下。你出社會過後，去做頭路家哈，用班準備考試，韓國出社會過後，敢真勁會讀書，先聊一下了。找你影像，把該平行分類，到垂直分類。畫出一張樹枝圖，等一下慢慢圍繞大家講，嘛係平行分類，垂直分類，等一下慢慢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嗬，加有講到你青島人讀書嘅時候，為到乜嘅？為到投入，為到考試。如果兩下就問大家，到底你考試嘅時候，用辦來準備？首先當然係問你個學霸。你考試嘅時間用乜來準備？一定有動到嘅方法。來，我大方的分享俾大家。我講啊，我很自私啊，觀眾朋友講啊，我唔會讀書，我想去讀書用辦呢？同我講，我就加個步驟。
好，假使你按照该5只嘅步骤吼，你做得落型嘅长期记忆区。假使你仅仅忘记咧，记得咧，你还做得按照那个方式回推回去，就不会 miss 掉任何嘅重点。来咯，大家仔细听啦哈。第一，我看书嘅时间要先做速读、初读，我听下来哟。对，拿荧光笔，拿荧光笔哦，先画重点，我听下来哟。假使你仅仅就看写嘅素材哦，先看一摆，等下再来讲。听嘅步骤係最要緊嘅，我讓你先讓你嘅書本關起來，找你嘅形象，畫個平行分類，然垂直分類。畫出一張樹枝圖，等下慢慢圍繞大家講，嘛係平行分類，垂直分類，等下慢慢。提三個步驟咧，打開咗你嘅書本，看一下你就嘛個重點。有漏貼，有漏掉什麼重點嗎？提示做題目，因為漏掉你僅因為那個做重點。有些人覺得自己的重點是重點，結果咧題目完全唔會考，所以咧做題目未動腦筋。題5咧最每一隻步驟咧，我談清楚咯。題5嘅步驟咧，我打開來你個原本畫嘅樹狀圖哈，把你做錯的題目答案寫到你嘅樹狀圖原本嘅重點順頭。行白咧，行白你是50。長落一排槍頭來看你嘅書本咧，你看你嘅樹狀圖是好咧，用懂吼？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平行分類到垂直分類，用半英講咧，當時經歷10年以後咧，有一本書吼，動腦筋哦，暢銷書哦，到哈利波特同等級哦，是係點？壯把欠改新名字路，好，有一本書哦，暢銷書，來。你用慢形容1分壯改時間頭髮2本書咧，我先看目錄，例如目錄1份活動主持啦、天時啦、然後名錄啦，這個就是平行分類，先分就嘛個種類，再過來咧，佢垂直分類係嘛個，哎呦。哦，做動作好多國外啊、國語啊，動作法通啊，天時又嘛個，巧蓮智一家之主，後上台上講啊，還有綜藝節目通告，不過名錄又嘛個，最要緊了，大家看下來 focus 一下 focus，來 YouTube 頻道各代兄弟，你還最性感，記得訂閱分享咯。按讚，開啟小鈴鐺，開啟小鈴鐺，總得忘睇，好，所以兩是係用平行分類，然後垂直分類要教本大家，你要萬一咧，蓋起來，你就在想到，高低兄弟，原來兩本書係講嘛蓋，原來在最後一個章節，面如當到有高低兄弟 ，YouTube 要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好嘞，高低兄弟，高低兄弟，好。希望一個學霸嘅小改，唔會，我相信我嘅田時挑戰嘅有進入長期記憶區了。有，你下本高低兄弟，低高嗎？低高嗎？應該係高的那一位。哦，真經動就好。咁講，你看創挑4號準備咧考試，真經係簽到方法。大白人考20分、30分，都得。可是我都有認真讀呢。因為考唔好，因為希望把課本睇小改過後，因為簽到讀書嘅方法嗬。回去該準備考試有乜嘅方法？我嗰陣研討是冇中白欠啦，所以冇改咗方法，係啦，冇改本書，所以我都喺貴小嘅時節開始講，貴小嘅時節是係青菜頭，還是做在青菜考，還是青菜是做在考東河，我記得係貴小時係睇卡圖題名，中下題名，係全部是同分的有東道，還有貴中嘅時節那是你。很多國中嘅時節是開始有到升學嘅壓力，所以是為上來準備。可是到國中嘅時節是當起來，你有準備是係空用考唔好，所以是唔是用班準備。很多高中嘅時節，應該是起到自家有好台音嘅是D是為上，還是起到還是要準備，還這樣做去考試，所以應該會準備。該準備去讀書去考試，該原因是應該起到安因。走的減低自己的罪惡感，就是你有認真去做兩件事情嘛。很多太後嘅時間開始知道，這個是係靠實力，
同样冇準備，咪去考試。迄无想去准批，迄无。係啊，唔定有辦準備啊。真健好，但係即靠太監用班來讀書，到底你考試，你讀書喺 video 考試，喺 video 設計咧，設計做嚟相關啊，給阿自己用班來準備考試。其實我一下回想起來啊，其實我算一強，因為我親手準備。因為係大家來寫係嗎？冇啦，因為以前自己學校嘅時候，那係細細嘅考試啊，我就小考準備，可能國文啊，還有英文啊，就自己我考試前10分鐘，我就背單詞背一背，就是快速記憶法。然後跟妹長期記憶。好啦，冇用的啦。好啦，沒有生成記號。就會考得了以後呢，就得睇。不過我都會考得挺好。再過來，那些大考的話，像歷史我就沒辦法前10分鐘，因為歷史我就沒有那麼有天分。故所我就會前一年準備。不過那些大考的話，你好教下貼片，因為你去可能會帶學生嘛，跟你學生就有歲末的時間，對，有就寢時間有規定的。不過那些大考以前一年。我們就沒有就寢時間，舍監就不會管我們，輔導型上面會唱你就說的是那個是泡麵啦，是便啦，狂吃，然後假裝在準備。後來呢，你就是都飽飽，唔過書咩冇吞入去。即係像剛剛有講過嘛，小考就小考教，大考就大教，凊彩人三教對呢，就是小考小完大考。這是戲曲的準則。哦，你嘅學生嘅咁戲曲學院咁正經係安尼。當然創業安尼哦，前日就難得有機會做啲3、4點，我就唔是衰冇安尼，結果咧同一考試家下就開始衰。給你呢？給你去個準備嘅時間。啊，嗰陣時戲劇學院啊，當然咩清清菜菜啊，唔係清清菜菜就考喺度含做得啦，含看得啦。係啊，不過嗰陣時真係咩有一些咧小後悔啦。啊，嗰陣時。太學一邊有家下忙邊樣，我就先考到研究所。啊，我考完研究所，又咩我從細學嘅表演藝術，我考嘅係語言與傳播。啊，我有付唔出推甄嘅時間，故所我要筆試，是冇命咧。那個語言傳播。呢個學院那有學冇好啊，係啊，就冇學啊，嗰種用嘅啥冇關係，我運用我從細訓練出來。懂唔得？快速咩得啦？快速記憶，我哋係唔係得哦？我咩快速記憶就真研究到嘅拍劇本咁用，對冇？首先要先做重點，唔過重點呢，冇白鉗老師㗎，我都還記得第3排最後一行高低兄弟。哦，反你冇回來，來記得係，當時我就攞去做重點，然後嘅劇本咁用。然後把它集中成冊以後，來看點然後那個字，好，然後帶入情緒跟動作，還有情感，然後把你看點啊，動真，然後就，然後個書給比，然後可能有的會，有的會詩會出力，好，然後那個氣音會顫。你可能是都應乖乖的。一聽歪，唔聽唔聽，你都會，你比如談到人生，又唔聽到拍馬嘅那種乖乖。乖乖。哦，你知道考試嘅時候，大家都會上來上去打啲筆。最近都奇怪，都有聽吼。不過剛剛有講到，喺大家自家準備考試，也係都學校嘅時間，然後個已經大家都做勢嘛。佢做勢過後，老師嘅氣力又變嚴，還變強咧，你講？每次都係見來見權嘅，因為頭擺啲學校嘅時節，可能每一個問題先生會容易解答。唔過出社會過後，有啲問題，可能有啲人唔會老人講，因為唔會主動老人講，就會自己去尋答案。也係時間就會尋書啊，來去思考啊，我知道係越來越權啊。是權哦，你知道出社會過後，感真嘅有越來越權，你讀一道書，還點到冇讀書嘅。我同你講，咁樣誒出社會對書嘅氣力越來越強。呢個講學校教嘅嚟講係基礎，啊唔出社會之後，唔會發現嗰條基礎同理論唔大用，因為從係教學生教高中，係教學生係面對冇咁樣類型嘅學生嘅，伊個性啊，伊嘅成員啊，伊讀到嘅問題，所以更加天咯，名錄有清封片，有青島嘅信息。
我哋攞去家去침书啊，冇就從名錄去吸書，一條知識啊。冇唔錯，不過有人會講，呢個時代人類嘅距離變到很啊遠，不過嘅書嘅距離越來越遠。唔看到嘅某一天係頭擺講嘅呢種書嘛，嘅阿自然出社會係老書嘅距離漸行漸遠，係漸行漸遠。其實我本來感覺係漸行漸遠，就像技術歌曲，漸行漸遠，漸行漸遠。要打歌。之前哥哥，唔係因為以前就做嘅上班族嘛，就是大二就會上班，下班，就會感覺我下班了後就動課，就冇嘅力去讀書，咩冇呀精神，就想誒下班了後就溜書機就睡冇咧啊。唔過咧下做自由業啦，就感覺輕到嘅時間，韓國最近因為又開始下歌，有啲時就想喺提供更加多嘅詞彙，有啲詞彙較講嘅，我就會去買個詞，就輕才變開來就看哦，呢個詞彙動講來就做得用入來，就感覺輕好用。字眼問題係有啲詩唔曉寫。哦，唔係啦，就是截取別人的智慧，成為我的結晶的概念。冇錯，回去咱知道呢個時代，人老樹嘅距離係越來越遠，係越來越近。健康健遠，從愛是係當好就是紙本嗰種書，係。可是我是都因為環境嘅關係，是係，比如講當多東西，從我哋呢下收到嘅信啊，收到的信是變 mail，還可能開會下嘅記錄是變電子檔，所以我是都攞紙本呢種書是係健康健遠，健康健遠。不過我要認真攞經驗上來啦，係看書哈。不過鄉親朋友、觀眾朋友咪想一下，自家回想下呢個時代，要看書嘛，韓國你係去簽下。該樣是對自家人生影響最大、最深嘅一本書係乜嘅？等下就係繼續來睇自家講了。知道有本書懂到啲眼淚在裡面。冇錯，我看500哦。咱鬼瘋瘋嘅。係瘋瘋嘅，用牙嘅明信片下邊，中醫冇？又唔係，哦冇。情書嘅明信。健看健全目積，所以講自家要健康健教，健康健教。好，謝謝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嗬，家滿到大家最中意買嘅書，係到消費當中有效讀書嘛。你家滿大家係人嘅人生當中最深嘅影響最深嘅一本書係乜嘅書？阿姊，係一本書就係大一個純情書，純情書，單純嘅純。嘅呢本書呢，底背都有60封信，佢一隻細妹就係做在愛寫本嘅愛人嘅信。嗰陣時係為乜嘅對我來講印象深沉，係因為呢，嗰陣時我讀到我失戀，天就失戀，後來我就看一本書，就健康健教，健康健教。後來呢，我咪好等一本書嘅做在我咪寫信本我嘅前男朋友，然後就慢慢嘅變下來。知道有本書懂到啲眼淚在裡面。冇錯，我看500哦。咱鬼瘋瘋嘅。係瘋瘋嘅，用牙嘅明信片下邊，中醫冇？又唔係，哦冇。情書嘅明信。健看健全目積，所以講自家要健康健教，健康健教。好，謝謝。沒有，我知道尤其係書了文字，真正有那種治療嘅能力。我們說文字可以帶給人家治癒、療癒的能力，尤其係你嘅。木質就像水龍頭咁樣打開來，就水透水緊跌嘅阿姊來講。雙魚座。雙魚座就是用水做的。嗰個木質就緊跌，呢種嘅人吼，對於來講，用呢種嘅自我嘅治療嘅方式，點都係較好嘅。白鴿，你對你來講，影響你最深嘅一本書係乜嘅書？我有咧紹介嘅一本書哦，係影響到我到現在大學嘅科系嘅世界咯。係我讀完兩本書之後咧，我就選擇了教育系。兩本書咧，按到站在學生前面 ，front of the class。兩本書係講吼，就是一個人吼，佢係有妥瑞氏症，佢咩跳出拐上鏡哦，咁個佢時常會講佢會講乜嘅垃圾 boy，咁啊佢咩跳咁樣。所以佢從小到大求學嘅時節咧，時常本佢嘅同學，然後線上本人欺負，
所以基冲社吼是有一只梦想哦，所以讲我要做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的好老师。最美咧，佢成功咧，佢喊得到咧全美国的最优良模范教师的奖。所以这本书我读完之後，提一擺讀嘅書節咯，我目睭完全流下來，停下來樣，因為我上到我寫書這面係當好功課嘅小朋友。信上打白哦，就写联络本，还挨不挨妈妈打，我挨没跳啊，应该是动好功夫，你看俩下听下咯呀，哎呀，都是他们冇变，哎呀冇变呐，所以俩应该本性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俩本书不挨看到吼，挨没有做这个信上做这个做在看到大家通好，大家学生呢。冇強人嘅素材，就嗰類定量及冇強人素材，然後鼓勵佢哋勇敢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嘅欣賞，這就是我改變，想要選擇教育嘅東西。講感性吼，看起來。不過呢本書真嘅後來，因為有犯咗嘅天然，嗰度很愛提一名，叫我第一名。還有韓國嘅人圖，咪有呢種嘅天然，嗰度愛改打 App 線上，我的打格格老師，所以講用呢種妥瑞市政嘅做主角，然後大家分享幾多嘅故事，誒談起來。真嘅唔會叫，看到唔會叫嘅。而家咧，對你印象最深嘅一本書係乜嘢？然後呢小嘅就係日本愛嘅世界的路紅，佢係一本人生理行勵志書。我咪講理行勵志書，因為也寫來嘅基本上係外商公司嘅愛到主管應用，不過佢希望佢做咧追求自家想要做嘅事情，故所就留一條路辭退，來去做一背包客。誒，做一係動態嘅決定，因為佢就想要追求自家嘅夢想，故所啊，佢就啲動到嘅國家去前誒熟悉嘅動到嘅收容，因為佢想要寫到一本書底背讀，故所來看睇一本書就會想講，我真係要有勇氣行出去自家關嘅素材，行出去自家舒適圈嘅意思啊，勇敢去追求自家嘅夢想。韓國底背讀沒有佢嘅搶名哦，我老太家第一下。因為佢成日嚟就動好奇啊，因為就有對佢嘅讀書會，哎呦，嗰陣嚟之後日本書迷妹，咩做咩講迷妹，就日本書改編愛自家愛，是唔敢做動多事情，我要勇敢啦。嗰陣嘅時間愛係自家你一天台灣，自家去環島嘅意思啊，嘅太好一眼神聽，就算係對我嚟講影響動態嘅書。因為看來呢一本書就本自家下定決心，行出自家關嘅素材，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嘅感覺哈。嘅思卷哦，影響最深嘅一本書係乜嘢？有時講到係自家個性啊，本身喺學校接觸到嘅訓練就係愛去追求完美一件事情，就係不能有一點點的缺陷，就是古典訓練。所以影響我最大一本書就係一本書，接受不完美嘅勇氣。一本書嘅作者阿德勒，伊底部有講到一個理念，就係講人啊要有樂觀主義。伊講嘅就係從伊講嘅呢個論點同弗洛伊德無相，弗洛伊德講嘅就係因果論。啊，唔過伊底部講嘅樂觀，只係講面對事情唔要接受事情，啊唔過唔要變下。反而你要去行動去克服，我去克服一件事情。所以阿德咧簡單來講啊，可能一本書改編我自家個性，改編我自家經驗概念，就係對一本書對我影響最大。係冇唔錯，結果啲嗰有講到嘅樂觀嘅天性，其實老人嘅下發嘅樂線其實冇用嘅，因為樂線就係講對啊事情，先從冇憂冇驚咁樣，啊發生乜嘅事情啊冇相關，佢就會其自然就會發生危難有障，係唔係？嘅回去呢，你對你來影響最大嘅一本書。呢本按照來自台海嘅禮物，呢本書嘅作者按照林白夫人，佢當厲害，因為佢係1992年出世嘅人。哇，等於是上跟趙峰差不多呢。1906，趙峰係亞太好冇？亞太咯，係啊。咁個該種時，該陣時台嘅人，其實啲兩下
俩下个什么因为督导个事情，我是就当去你很菜嘛？佢冇才你咧。叫风六耶，我係林白姐姐。他因为佢有5隻成因呢，所以佢兩本書是寫佢先撈佢5隻成因的表人，和撈佢老公的表人，和佢自家是一個無人島上面，和當然是都該念個諾貝爾撿貝殼，和念到一隻諾貝爾，佢是會就會觀察那個諾貝爾，和是寫出嗰隻諾貝爾本佢嘅感受，所以。我嗰陣時當好那本書是因為佢寫本什麼因，我係督導事情又做唔得改革的，我是為翻佢，今天翻到哪頁，兩件事情我嘅答案。比如講，我到雙寶一開始分開嘅時間，我其實是當念成因的改媽媽，所以我嗰陣時是翻到一句話，我是知道佢有改革到啊，因為佢講人在分別的時候猶如折斷手臂般的疼痛，對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，它會猶如海星般又新生出一隻手臂。海星好聽了，還好不是講蚯蚓，會跟蚯蚓一樣再長回來。係聲音。所以講你都人生，加兩地方每次都懂有感受，就是我們人類是很能克服困難一種動物啦。哈，最尾來小鳳來紹介一本書，對推薦一本書好冇？嘿，我看眼望眼咩要書都得推薦。哎呦，你咪係關注，認識超級。沒啦，大家講啊，其實我真見啲偏數老民從條一定有幫書嘅，因為書對我來講，唔係書對我來講真見有放鬆減壓的作用。講起來冇變過呢。按不條酸唔太大可來，真的。我認真小記一下。那本書啦。為乜解你按你生活，我按你做條路？一本書係一個啟發的概念書，已經當到發生的事情，你可能冇去研究上過，它是在喚醒你的書。因為也主要講嘅係相關的力量，佢主要講嘅意思吼，底部有講一個故事啊。請問你都在實驗，係因為唔想實驗，也係離不開實驗。你係關咧，也係你自己想。你都得控制佢啊，做唔得控制佢。你底部有一個反推，就是另一個角度切入講。假使唔練實驗就無法度自家做決定，唔不言控制得咧。唔確定唔正經，唔會影響到人嘅生活、家庭那條路。係，他是說很多細節。因為比論法來講，佢底部有講一個意思講，看似每天都是有固定的生活形態，其實那都是用各式各樣的習慣所組成的。就講也係已經咩學生嘅，全部就變咗咪啲社會學，已經冇現場做得講嘅。啊，它算是一個反思、構思、反推的書，按你提倡去講。冇唔錯。咁其實大家都分享到深度啊，包含到自家對人生影響最深嘅，還有這方面有推薦一本書。其實觀眾朋友們做一想下，其實讀書係嘛嘅，本自家有自信、有獨立思考嘅能力，能夠最影響最大係嘛嘅，你看世界角度有更大、更加發、更加無窮樣咧，唔係用一種角度來看呢個世界。本大家思考一下，自家學通埋嘅書，會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，你嘅後生太上宮，要把大家